内政部推动中正路改名是引起争议，屏东县议员黄明宪是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，认为讲若是屏东的中正路要改名，就要开200多万，成本伤过悬，根本就是食饱换腰。不过屏东县长周春美是表示，会照法律甲中央的政策，嘛会加听地方居民的意见，目前是还未启动改名。 屏东的中正路敢有要改名？屏东县议员黄明宪伫测试总质询指出，初步估算，敢若是换门牌、身份证、户籍资料等等的基本行政作业，费用就要开将近232万左右。伊认为，伫这个时间点推出改名政策，实在是食饱换腰。不过，屏东县长周春美并无认同这种的讲法。这个就像我这边写的，也是很多我看到网络上大家心声，这不是都假扮换腰吗？ 啊，为什么要搞这个啊？有这么多事，如果中正路要改名，我记得我们也有中正里啊，我还是念中正国小毕业的。阮无假霸啦哈，别讲假霸瓦腰啦哈。我们的屏东的一般性的补助款，因为立法院删了整个中央的这个预算，大概600多亿要用统删，所以屏东是删了52.5亿。我们今麦是头壳摸那些啦。 议员表示，敢若是屏东市的中正路、沿路7个里的里长对改名态度拢是较保留。规个屏东县就有超过21000人的户籍设伫中正路。若真正改名，民众恐惊要开时间处理证件甲换门牌，对生活一定会有影响。县长周春美讲，一定会参考居民的意见。 不管最后要不要去中正路除名，我想这一段的历史，这一段的过程，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。我们也会综合乡亲的意见，还有我们现在行政的量能、资源的量能，来决定这样的政策到底要执行到什么程度。周春美强调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民主社会最后一里路。全台湾有这么多中正路，这是威权时代的象征。 大家袂当袂记哩历史，伊会搁深入了解乡亲的看法，做出上符合大众的政策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